我记得我第一把看到他的时间就恋爱了啊，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太神奇了。前男友来了，恋爱的感觉。我觉得很神奇啊，锦鲤就买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饿了。他饿了。好，把这个放上来。这闪鼻第一个目的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马改抓住你的胃。燕如的长相已经抓住我了。就那边就点吗？哎，you 啊，很好。那你们专心做菜。苹果可以切到透光好厉害！给今天单身的燕如看一下。我只能深吸一口气哦，因为细人来听。哇！请叫我翻蛋高手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白強。今日嘅同歡喜來到新竹嘅關西啊，特別哦。呢度關西吼，大白川談到應該吼，關西嘅獻草凍肉麵，不過到底吼，罕有物嘅凍肉麵啊，今日咪撈大家講一下。冇錯，今日來到也特別嘅呢，就係關西嘅前員，用呢特別來請嘅呢個料理牛肉，先嚟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熊肉鹹喬師傅。大家好，喬師傅你好。好，大家都會分享到吼，就是每一次都想要取代白強，不過喊我加油厲害嘅林俊傑林師傅。支持你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他今天火力全開，我們好好期待。那就換個位置吧。好，來，還緊張哦。好啦，好，馬上嚟分享到今日嘅料理嘅鹹水炸，分享到也特別呢是母女檔，歡迎到的是地下記老燕如。大家好，歡迎。好，接下來咱就會分享到係母女檔哦，讓雨動落來緊急。大家好。哇！歡迎，都是媽媽帶着妹妹。都懂好上誒，真嘅都係母女檔這樣。對啊，咁樣問一下幾對吼菜題嘅了解有幾多？關西那邊也有內鋪係草莓，內鋪也有凍台仔、凍腸呀、凍河蟹哦。哦，真勁哦！故鄉也特別也沒有種呀，吃婆誒啊。有。哇哦！我以為只有我的故鄉有而已。對啊。太補嘅特別誒，地下記咧也特別有乜嘅好高嘅素材景點嘅吧？關西路嘅個還有一隻公園，個牛馬公園呐。牛欄河，牛欄河嗰邊東河，東安古橋嘅導演，東北有去過一擺。啲啱邊凍漿有大嘅天府凍漿誒，超。從基隆沙街下講到嘅牛欄河啊，還有草莓，除了你啊劉宏之外，還有乜嘅東西係對到關西聽出來設計，聽出來意料嘅。有兩個地方嘛，好鮮草嘛，嗰家佢講嘅有乜嘅公園啊，我最主要就講呢個山水凍漿，空氣又好，水又好，水質當好，嗰種關西嘅生活凍漿啊，嗰種人就拖客家人錯嘛。錯。好啦，先嚟看一下第一次料理嘅食材係乜嘅？好，呢度關西聽出來食嘅東西，馬上去打開俾大家看咯。哇！cocktail 哎，我記得我第一把看到他的時間就戀愛了啊，因為我覺得他長得太神奇了，我真係頭擺冇看過，有一半還看。前男友來了，戀愛的感覺。我覺得很神奇啊，佢看到就看獎嘅用誒，佢其他寫嘅答案呢。好，我要歡迎到今天的一個食材嘅牛肉，來分享到嘅係從萬貴從泰國。萬貴哥來咯！哎呦，萬貴泰國，請教一下呀嘅cocktail嗬，cocktail好種冇？cocktail 一號種啦嗬，今日紹介啲啊 cocktail 嗬，以前都名稱啦嗬，要按照 cocktail、rum cocktail、rum porter、熱頭，也要講士林頭，啲啊嗬係高含水嘅哦，漂亮過去來嘅嗬，不管佢哪位來到我哋客家莊嗬，我哋按照客家嘅名啊，我哋客家特別講天然要奶趴綠竹嘅話，所以啲嘢鮮呢要視覺視亮，當場嗰啲係綠竹，所以呢呢度客家話呢我哋按到綠竹頭，係，呢係講，就個 app 度嘅我哋客家人係烏頭樹來炒嗬，開始展現我哋客家美食咯。有幾多檔好誒？今日為哪個陸續台灣做乜嘅料理啊？來看一下好誒，嗬，點樣帶來乜嘅料理俾大家看？哦，係。
来来来，先来蛋炒的开起来了，吃看然后。三点哦，懂车。嘿哦。哦，动车哈。那解下魔術道之前想講，你還會硬嗎？結果唔會呢。唔會。懂車。它的脆度有點就會像是那個青芒果一樣，一樣那麼脆。睇下之後用版。大阿婆的米頭凍蟲。老婆米頭凍蟲哦。用到阿婆咧，我們覺得味道唔是強嘛該。他剛因為叫出嚟嗎？感動咩？哦，想到馬莎。阿婆。對阿婆，那景怡覺得咧？你感覺食起來用慢？好吃啊。好吃啊。最近農站就喺美國一次嘅喎一車係冇。係，韓擺大家看了兩個，大家小改了六出頭吼，我想當導演去到客家莊，去到川湯，佢會點樣六出頭來食咯。哦，看到就底係講客家人嘅菜韓擺咧。也在變嗰啲客家美食。哦。哦，今日呢狀態好帶到按站條嘅客家頭六出頭，馬上嚟就係哪呀？站條嘅六出頭，向下嚟做鐵管嘅比賽咯。布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！第一拜第一講呢，原來嘅國頭沒有到六出頭，今天真的是老總太夠學到啊！可是按站條嘅客家頭啊，這邊嘛料理風趣厲害啊！來看看啊，風趣帶來料理係嘛嘅？陝皮漢堡菇國頭呀！做陝皮耶！這個漢堡菇凍而且你知道做陝皮第一個目的就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抓住你的胃。哎呦！因為佢係窮燕如的長相已經抓住我了。好啦，唔好貪款哦，咱嘴哦，唔簡單哦，做啲比下去吼咯。咱嘴今日要做嘅料理係國頭炒頭絲。頭絲。頭絲。嘿，客家人嘅經典哦。我剛剛從泰國咩講，你係拿來炒頭絲，發覺最正統嘅客家料理哦。好，大家有信心冇？有。簡單嘅菜，變出上面嘅味道就冇咁簡單咯。馬上就來進行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，開始咯。好，馬上就來要打俾看下咯。來。兩位師傅有處理過國頭冇？市場就看到嘅國頭。哇，我已經買菜㗎，看到。我就買。了解，那可以給我們一點提點嗎？杏鮑菇做的用煎過，然後炒過較香啦。哦，要先煎過。要煎過。問一下吼，誒，個漢堡菇會切法嗎？哦，對。媽做的啦，媽做的用切法。你要切那個嗎？較好看啊。緊緻。漢堡菇怎麼切？切法。怎麼切啊？我請人家幫你一下。甚至懂 Q 冇了耶，我要給他一點點機會表現一下。雖然講你已經用朋友啊。你要總得門。啦哈。可是每個用會不會很花時間？不一定按樣做啊，可以做一個長重的切團哦。對啊。按樣剪起來的話，會有一些像人家嘅干貝咁樣啊，也都會懂啲嘅聲音哦。哦。哇，媽媽看起來懂唔懂做盤呢？哦，盤呢盤，好。兩隻愛嗎？好，先蒙。燕如喺度做乜嘅旁邊條路咧？佢係做幼教。哇，做線上係嗎？仲有愛心咩？結婚嘛？還忙哦。就那邊就的嗎？有。啊，很好。那你們專心做菜。秘密嘛。那這邊也是一個秘密耶。試下子，一個國頭按樣切較好係冇？你切哈，都係米湯係夾就落去。哦，係哦。啊，漢堡菇愛按多。嘅炸起好冇味道嘅。叫乜實係啦？看起來你煮係食仔菜哦。係。哦，吃素的啊。吃素的。等下好好指點一下。好，等下當到咗啦，嗬，要水滾了。哦，好。點麼？其實唔但嘗試要風水今日係實在哦。咱水今日咪係實在嘅嗎？哇！哦，有嘅多公龜河。切好咧嗬。係。一水太薄哦，嗬。靜怡喺度嘅做嘛嘅條路咧？你是做餐廳的嗎？看你切得懂好誒。保姆。
是当保姆这样做的。差不多了，哇也是照顾谁个系吗？做保姆啦，我们2个一起做保姆。好棒哦哦！，当保姆会煮菜嘛，煮料理。哎呀，哦我做本身也是咯，唉，生意要填啲食材啊，一做些生意的咯。爭出世啊，就全部都要讀啊，哦都去讀幼稚園啊。哦，咁你前一年去家生嘢吉他誒2歲。 2歲，你去家煮完呢？啊，你事情做得係冇？係啊。啊，像他的大哥姑呀。他现在你快专心做出女明星。镜了，我觉得你要是料理懂讲哦，嘿没差不多会好哎啊。好咧。哎啊，我要赶快去救我们好，等一那边了。下轉過來，等一下去加油嗎？撈一味嘅麻油，麻油冇，要找那這位油錢冇？油一講麻嗬，冇冰油，我先同佢炒滾嚟，煮同夾嘅米湯，講麻米湯嗬，炒出嚟，安尼裝嚟冰麻油。哦。誒，安尼食嗬，較好食較強。啊，肥下姐，那看你吼煮菜嘅習慣係講，逐項嘅料理全處理好，係啊，咋個都加落去係嗎？係，差哦。那你們家盤子要洗蠻多的哦。盤子啊，沒有我卡盤的當多。印度豆腐還有煮菜冇？有，哇，安會耶，迄個也是煮齋菜係嗎？再菜，唔過都冇會是牛。哦。媽媽可以接受做啲雜煮喎。做得。係因為宗教嘅關係係嗎？係，哦。因為嗬，新年咧嗬，有食仔冇食仔嗬，一夾豉油啦，做唔得勉強啦。嗯。誒勉強安尼嗬，母女嘅感情啊嗬，我大人กัน。哦，我看準沖啦，準沖。係啊，看起來伊用晒感情動好啦。你下就開始冰麻油。好。哦，古時兩位師傅有看到吼，你搭鋪呢冇夾，各位呢老以前用米湯，味道嘛吼最重要。哇，動香哦！真的誒，你阿本土係咩？做咩調過？你下個唔怕，哦。係你唔因怕。為我們的姜麻油比較多，哦等下就還好醬油，啊，應該可以吧？沒有比較懂油啊，哈。嗯。不要隨便扣分哦。因為你安尼咧食出來嗬，腸胃熟咧，係得這位。呀，哦，有不用找辣椒，沒有不用濕辣椒哈。嘅食辣這位嗬，基本上係甜嘅，唔會辣。真甜哦，那一定要給伯謙吃吃看，照慣例。哎呦，啱好哦！唔該，馬上就被分給辣到咧，這好甜哦。嘅嘅辣這位，那邊分給辣到咧。嘅辣的啦，剛剛是誰說不會辣的？哎，啊，景怡就沒有問題嗎？有什麼問題嗎？我餓了。好，把這個放上來。刀工真的是馬上 KO 張伯謙。刀工是不用比的，對你係主席嘅水準呢。好，18糖。哦，啊那還綜合一是甜的下。係，你係冰糖啦，哦咩一般的糖啊，係冰糖，冰變通咪仲在送些嘛，吼。係，安尼冰冰糖嗬，它營養嘛，嗯。有高，冰糖也給它炒一下，對不對？對，還有啲嘅蠔油，素蠔啊，油，同時嘛。啊，仲嘛加蠔油，仲得加調油膏係嘛？你調油膏嗬，幾下鹹，哦。誒下鹹，你用調油嗬，嗯。幾下濕，食不好好看啊！蠔油有分素的跟葷的就嗎？素蠔油跟一般的蠔油沒有。係冇錯，還有酒，好就快走的，加多一點沒關係。因為那邊沒有。對。好好加油加油吼，差唔多係咩吼？好放進來，我用看起來差唔多咯。好了呀。加調豉油加咧哎，哈。不關切咯。哎，我們剛剛也加了米酒呢。對啊媽。媽，你不是說不能加酒？養生。養生哦，啊還。不都養生。那今天就縱容一次。嗯。哦，試試看呐。好。對。景怡沒走得起款哦。有好些嗎？你怎麼又吃得像戀愛的感覺了？好味啊。感情不好。好嘅嘛，吼，加入倒數咯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鐵罐地度哪部卡米西烤好食咧。哇！導演
呢要吃料理的，我觉得决胜负的关键就是可能那组清油客家米啦。刚刚达人已经说了，也可以个客家挑的哈，所以呢，看下来试下你风吹嘅料理咯。哦，燕如哦，他特别找个寻鸡师傅嘅切法来切哈，都好看哦。好，大家来吃吃看哦，吼。也个姜麻真油比较多，各项食材的挑油膏啊、辣椒味啊、姜麻、米头全部当干米，三杯都很经典。你唔解汉堡骨肉切过吼，我感觉跟马油啊、老散贝跟梅吼，很好落去，还有个骨头吼，炒到拄好，冻好些，冻好些，然后最后该叫我紧紧唔会辣。真经动车吼。啊，妈妈觉得嘞？我们是豆骨头的米头。好，那再吃一个吧。来，再吃一个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讲骨头的米头从我分出来压落去。可能散贝的梅是好冲的哈。系啦，可能会较清淡的话，你看可能是较淡的话，系冇？好，加落吃吃看那牙米头哦。好。我觉得好吃哦。那两种某 QQ 米咖挑丝真经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很客家味。因为老挑丝的关系呢。他就感觉讲，该挑丝哦有画龙点睛的感觉。应该他讲到嘅骨头嘅梅是，的确可能吼比我们风水也好冲掉。然后加落去该挑丝互相相辅相成。对，来问一下碧霞姐，你这用白蓝水？批番同好，帮妈咪讲茶饭吼，因为有加挑丝啦。燕如呢也係挑丝又米头又出来，对，当好事。加挑丝东西吼，其实讲真嘅，马家都会当好事。瞬间抓到客家味。他锦怡几个公款？我妈煮的当然就好吃啦。哇！刚刚问其他的料理哈，不超过2个字、4个字，刚好我妈煮的就好吃啦。对啊，毕竟我们俩是同事哎。要尊重一下，对不对？好多代奶族呢，会得到评审欣赏嘅满意咧，先来请求师傅抢分分数。哇，最日本。等下得到日本嘞，很有口的很有哈。等下看一下哈，我们是晒菜嘅专业哈，我们的林师傅抢分数。耶！好，求师傅抢公平。两个蓝队，因为他们切骨头，骨盆啊。较重。脑烘类哈，它有口感，口感，阿米头有是黏皮。原来迄样的，骨头切饭咩会养强哦。口感啊，好吃。等下问一下ရှင်子師傅哈，您本身係做專業嘅摘菜哈，然後兩組圈公平就好嗎？哦，那個分推嘅三杯嘅梅頭卡就中香，較香，然後有有煙梅啊，梅多有煙回去。那南推卡大松嘅。地方係該挑絲膜先炒過，就是油個姜嘛，然後炒過會較香。大松先炒過啦。其實加落去可能個梅吼沒有辦法這麼快入味，是這樣意思。我先炒過，該挑絲我先炒過。我先炒過哦，厲害。好，古說講呢，一下兩組應該都有學到嘅哈，都做到當好嘅，你兩位行咗哋有本師傅提點一下，能辦法做到行卡有冇咁樣嘅味道啊呢？好，甚至師傅叫冇來咯，今日呢就來可以喺甚至師傅帶來馬街4個料理誒做得夾夾嘅餅糕張伯謙來取代他嘞。中埔素滷菜。好。當其他甚至師傅今日帶來料理嘅菜名係乜嘅？骨頭 tomato top。塔對不對？對。也是，而且你是用法國的小胖來做。就買個食材撈大家小改一下。就是法國麵包，然後還有今天主角這個骨頭，還有客家嘅鹹菜乾，還有檸檬跟 tomato， 對，蘋果，蘋果 ，apple， 還有做對西嘅法。真是偷徐師傅的，對。那你一般嘅湯面還變湯？染。這是鹽哦。試一次就知道。哎呦，好咸哦！好了，給來做看。你正式退出主持人的行列。沒有，我繞牆的安河嘅師傅小鮮肉來跑。切掉那個骨頭，然後把這個先切掉。除體好。好，我們切這個有點像心形的這個形狀哦。刀工真的是馬上 KO 張伯謙，那是當然。刀工是不用比的。對。還有酒西嘅水準呢。
是为什么一定要切得像星星这样子啊？安用较做得每套较要入去啊。哦。大家有问题要问哦，吼。哦，而且我觉得林师傅给他把人家骨头吼贴片给hin了啦，因为就是像他这样子切出来才会有像杨桃那样子的感觉。其他的东西安用起来还冇按好看啊。秋葵也没走对的哈。可是秋葵怕切咖我爷爷。好，牙头秋葵还有那牙头，这叫骨头。你还会做嘛个？会剪膏，安用会剪膏。哦，用慢剪。用酒橄榄油再去剪。好，邱师傅马上帮忙你来煎呢。哇，你请到美女助手。好，那这个咸菜卷把它切碎。哦，真的好厉害哦！哎呦，我在你身上仿佛看到了年轻版的徐师傅。专门伫啊，你菜做嘛加咸菜卷。就较就客家嘅梅头啦。哦，像你家嘅头绪係差不多嘅意思啦。客家元素了。像这道菜加头绪没做对吗？妈做对，妈做对。好好。要不要蓝队借你？要吗？还有剩吗？还有剩吗？有春。等一下下一关的分数要给对哦。好。爱滴了，爱滴了。好，把它切成小丁。哦，也是切啾啾哎。林师傅问一下哈，请问切该胖该细节的，它那个厚度你有建议大概多厚吗？大概是2到3公分。哦，嘿，该不会那个令狗没有切啾啾哎？会切啾啾，然后摆盘，还有它讲的。嘿，好，这可以了，可以的哈。那后面有一些兄弟拿红蕊吗？好，拿起来。公鸭，嘿，放这边吧。是西餐的前菜。对，有点像这个法式该甜点呐。哦。等下，好，开始炒哦。开始炒了。好。倒一点油，这个是橄榄油，对，橄榄油。啊，给你准备个柠檬，等一下还准备长那表。提味，做个提味的。那颜色有特别选的，是不是？用黄色该较甜啦，用橙色该较酸，用甜该较好吃，还是甜的。哦，嘿，好，咸菜卷。你加甜的哦，等一下汝东姐又要恋爱了怎么办？你不要忘记还有慧霞姐。哦，对。好，你阿个咸菜卷，我本去煸锅，爱用较香。所以顺序就是咸菜卷先哈。另外之前底下还有上几年我冻底啊，对冇？因为佢细细份牙泡土胎的。系啊，好煮菜啊。好。像两套菜哦，因为梁祝嘅攞邊咪係實在嘛。那這道菜應該也是在菜哈。嘿，那是在菜。你太用心了吧？對啊。好漂亮哦。撈一點水哦。用加色就真好看呢。哦，所以你做啲加 tomato 也係加辣椒未做得係嘛？做得。啲下次有冇嘅問題冇？係當然盡都嘅看，都嘅好，嘿。然後吃點插，再加一點點油。它會比較吸油，是不是？它等下吃起來會比較潤啊，滑口，比較順。而且梅乾菜比較會吸油。哦。胡椒粉，唔講你準備解放應該染冇㗎嗬？有。做乜嘅？我帶黐架嘅染啊？其實係兩片嘅，你拿出來嘅嘛？用較好拿到啦。哦。檸檬。哦，檸檬係準備長來加哦。嘿。好，10塊奶。做對了。哇。哦，配色都好看哦。啊，锦怡就沒問題嗎？有什麼問題嗎？我餓了。他餓了。好，把這個放上來。哇，很漂亮哎。邱師傅，這個在法式料理也是這樣子嗎？就是直接放上去，是不是？歐洲他們吃早餐會這樣子，然後再加橄欖油、海鹽，放一點鵝肝醬啊。對。哦，好，蘋果切絲。哦，唔是刨皮哦，唔是。哇，切到懂泡哎！蘋果可以切到透光哎，好厲害！給今天單身的燕如看一下。吃不了可以聞一下吧？走對皮款嗎？不對。哎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林師傅那個表情很可愛。沒有。哦呦！哇！你老給動作叫媽都切了，太厲害了。好，
上来。哦，腌了，哎呦，哇哦，酱冻姜哎，而且还有一种简约风，我蛮喜欢的。你有没有很想讲哦？另外，他做在做嘛个编法，比如说切丁啊什么，哎，他做在切丝哦。这个已经，因为我们平常被卢师傅跟徐师傅带惯是浮夸风，对，华丽风。我们现在突然简约，我突然觉得哦，好清爽，好清爽。好，哎呀，不用该做在四个法。好，真的很厉害耶。干嘛个法？食用花，对。所以等一下是个细节的做的是到另个个添，还有咸菜个咸。很香哦。哇！好，也嘅cocktail tomato tap， 按用出好些咯。雅厨料理呢，可以了真嘅係懂享年，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把妹料理哦。哇！真嘅现场这么多妹都被那男生先后退了，不吃就不吃嘛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OK 啊，先来出题目一下。好，一個題目係客家諺語攤上一了頭，東哥西鐵開支票係乜個意思 ？A. 錢乃身外之物 ；B. 孝順要及時。哦。该不是糖果啦。先冷猜拳，好好，我派玛莎。要派女儿大战还是妈妈大战？女儿好了，来女儿来，来，金怡，我们身高优势哦。好，对。好了，箭头三条布准备好了哈。箭头三条布，箭头三条布。哎呦，身高高的还是比较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。我看一下，我答错哦 ，A 也是 B 嘞。妈妈讲哪个 B 呀 ？B 哦，看女儿觉得呢？我觉得 A 哦，同事之间的磨合又出来嘞。A 哈，景又会选 A， 妈妈会选 B。通常家里谁大？女人最大，谁吵赢就谁大。好，那 A 呀还是 B 嘞 ？B。A 啦。开始吵。纸票哎，纸票就是钱呢。猫仔用昨天母听他们吵一下啦，我要听。好来，对啊，纸票一定是钱呐。 A 是不是？等下再吵下去，我觉得这牌子会断掉。那我们就选 B 哦，吼，好来，可以看答案睇马街嘞。 A 也係 B 嘞。好，答案是 B。耶！廿幾發係講，亞為省錢，其實係封上一了頭，媽做得讓父母感到孝心，然後不要等到亞為離開了，就算燒再多紙錢都冇好。真嘅，没冇好。來這邊繼續炒是嗎？不炒。哦，不炒，不炒了。海鮮呢？剛剛可以分給我們吃了嗎？謝謝。用這個比較不會掉。哇哇！啊，這時候就不用文明社會，該快樂是不用點數嘞。哦哦哦！哦，那糖都該速速的上映呢。冻素，冻好血，很清爽。吃不了可以闻一下吧？昨天提款嗎？昨天。來。哎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！你激动抢在青年版感觉。哎，太近了。你皮是薄的。保持社交安全距离。我的。来，妹妹，我亲你一口。哇，冻好，冻好。哎，真劲同用，而且我觉得加份的迄加的那个切莲菜，还有个演习的客家，那个客家铺春，真的很香。那我们咱们都要问一下，我们的碧海鸡这种白，懂好说，懂好说哈，说过呢，说过，而且又会是宅呢，口味懂后，甜蜜懂后哈，燕如你知道嘞，很清香，浓香，真的香气很足，而且又会用橄榄油煎那样子，那用奶油煎也是可以。做的，做的。啊，太白是在个细节的做出来又像安用做法做过吗？太白哦，冇。冇，蛋肠都会炒听听哈。就系一般就用炒听听，我就用炸。今年今天冻就口福哈。系啊。不小心就赢了呢。玉涵师傅，你知道哎，它上面加令狗
那个口感的香气、脆度跟甜味有提升的效果。如果好，可以带他去法国蓝带吗？做对嘛？做对啦，台湾有有味呢。该没钱啦。真运动站掉。泰港的豆腐卡都有吃周宽呐，而且呢又很美观。是。不过呢，真要加油哈，因为呢真的紧张的在这里了。刚才呢前辈迄1比1咯。好。最杯面那组做得到奖金，那组迄得到奖品，就会看最杯面一关了吼。泰港会来加油了，有心情吗？有吗？有啊。好。马上就来进行最杯面一关挑战。爱是太中谱，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况底下，两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！又到我哋嘅料理接力賽嘅時間咯，咁樣夜場喬師傅強配下菜色係乜嘅？今日做南埔子小豆腐，南埔子小豆腐啊！南埔子小豆腐。哎呀，这真嘅農站的，因為呢也有係南埔子啊小豆腐這種茶飯，真勁哦！真的。我先看一下主機嘅順序。最美哪一棒呢？其實選做的呢，南埔子小豆腐兩套出來對我來講，我堂記都會北風呢我公開化咧啊！我就用風水先來好。好，我先來好誒吼。媽媽，你知道我先來咋？就2隻好誒。就2隻好。好來。1、2、3。哦，3個。係好飲嗬。心想事成。好，好，等下看看哦。我是第1就第2嘛。好，1、2、3。哎呦，切豆腐係嗎？切豆腐嘛。該不會還要剝那個藍麩子吧？要偷嘞。好嘞，好。好，馬上呢就來進行最杯面一關挑戰嘍。料理接力賽馬上就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來看下張博謙有幾好笑嘅哦。哎呦，不敢靠近他是正常的。這選舉師傅後輩咧切東西，真的是壓力動態呢。你不要說是甚至師傅後輩，我們都站在你的背後。真的嗎？那你們要站遠一點哦。好了，因為我都有做嘅藍麩子哦，我們是已經拔好嘞。然後等一下呢，撈個豆腐香菇攪攪熟，所以現在都會切香菇。還要自己幫自己解釋。有。該藍麩子哦，因為咁會強鹹嘛吼，所以就拌實好。個藍麩子係切解嗎？買嘅，買嘅。按那個炒，用到那個一粒糖，差一點點。你看豆腐吼，我們不是講說哦，快去就切豆腐嘞，結果呢，今天我們是愛切豆腐，用我最擅長的。好。毀滅。攪熟誒。越爛越好吃哦。啊，越來越好吃，真嘅哦，真的，交給我就對啦。對，要吃出黑媽媽拿手菜嗎？對，真嘅哦。阿娘，你在這裡面談談媽媽食材嗎？哇，我女兒就是胎裡素出來的。哦，娘妹也沒食材。哇，而且我發現食材敢用皮膚較好哎。真的。像她就是無肉不歡的。無肉不歡哦。你們是不是因為我吃葷所以站這麼遠啊？不是，對，我們好像這離你蠻遠的。社交，安全距離啊。你共差給吉利哈。好，等一下張都正來哈。好。用牙嘅就養嘅一般呢，有香米。米頭就出來。對啊哈，有米頭嘅哈。各位有發現嗎？我們點點哦，冇一下窮下邊啊呢。燕如有這個媽媽煮嘅兩出菜嗎？有啊哈。炒不勻張，炒不勻張臉。好，啊有要嗎？有嗎個精髓？嘿，你要練習剛才要領，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。要煎到它金黃，味道有出來，煎都擦擦啊，然後再放那個我們的今天的主角。藍麩子。哇，壓個黑馬個壓的啊？你係香椿醬，香椿醬。哦，真勁濃香誒。對啊，啊炒會香，旺旺哈。夾啲米湯就會走出來，它香。剛才沒有比不用等停一下，咱會炒。嘿，好，等一下張都做來哈。好，還好嗎？還不錯，還不錯，你看，又是用機器做的嗎？有面哈，因為剛才我們景怡一直說
这个一定要绵绵长得好些的哦。哎，赌席已经动药了呢，夹夹好吗？我想，对不对？刚刚一直在催我哈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怎么做啊？等一下给做法老大家讲看。向料煸过，然后给豆腐搅好的时候落去煎一下，哈，煎啊，然后再加调味料，哎，调味料，对，最后哎，黑吗？第二换我啊。好，天一棒黑玛莎，你刚刚来，你好了，忘记了天一了，来，我们的甜椒是要切怎么样的？三角形。怎么搞？现在过去。妈妈说的。同事说的啦。你们和好了。同事说的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了哈。过来哪一可以表边？哦，南部是还有哦。总站对喂。那个是素火腿哈姆黑吗？嘿，素火腿。而且我们还有加个香椿哦。哎妈该。一滴的调油。哇，好香燕如哦！很会煮哎，懂香哎。啊，该啊，哎，日该系百叶豆腐系吗？豆腐拌豆腐，拌豆腐，拌豆腐，这都没油油哎。嗯。香椿落落去有小米啊呢，哇，这太厉害了。全部不用弄去它小。哎，妈妈，我想问一下哦，有个同刺葱长得很像，嘿，超对啊，是在做的是那刺都的葱嘛？都的，嘿，哇，冻香哎！够改一些吧，嘿。安全炒菜的，等一下命中这些猫屎心走呢。我有最重要的任务。真的假的？摆盘。有不要摆盘吗？有不用他走对吗？啊，吃蜜头吗？刚刚是不是只有加酱油？调油。好，我们过去哈，等下转来有葱油跟柠檬后。好。我只能深吸一口气哦，因为细了太哇！请叫我翻蛋高手。开始了。锦怡表现个细节嘞。调味是一开始就放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这时候先放胡椒了嘛。要剪成一堆饼一样很用的嘞。是吗？要煎成一个饼吗？不要，不是，炒给它均匀就好了。这很像宝宝食物哎。对啊，我很会煮这个哦。因为他可是考过保姆证照的。大家看哦，今天和大概沙茶咯哟，是要做沙茶口味的。放一点点，嘿，一半。哎，你要弄到不要豆腐上，弄到。我觉得可以试个味道。哎呦，你放到边边。应该上讲从咧试款是因为该下该调序该种，慢加落去。这样。沙茶先炒过比较香。好，你迫不及待哈。啊，忙豆腐完，那手就那边 stand by 了。哦，原来是素沙茶哦。哦，沙茶也有分是不是？有。用米或总统。两码改。调油。调油。两下係。鹽。哦。係。那你可以表現一下，哎咻嗎？那不會。但該挑天人嚴重危險。你挑天是要觀眾朋友聽聽啦，哈。係啊。好，先幫你炒一下，等下漲過來哦。應該係軟係嗎？我們要做啊鬼太平誒。該油不油啦哈？油。啊，按樣做好，等一下。如果你炒半夜煎個軟就按到了嗎？冇，所以有點擔心，你給我燙重怕燙完後變，有可能嘛吼。嘿，但是我可以讓它差不多都熟到鬆杯發不一定會變。哎，是不是也是這樣子？對，那我覺得我來上工最差狀況，我有另外一鍋。徐師傅妙招。啊，兩套菜嘅做法你馬上想出來嘅。我們一起討論出來的。對。媽媽應該懂會煮出來，你細細就識懂得媽媽好料理哈。媽媽最會煮黑馬蓋三杯，就剛才聽到。煮鐵的。煮鐵的。難怪我們有得到評審的青睞。真嘅，要吃脆不卡沒有生嘛哈。有。拜拜。快點回來哦，快點回來。該南子是用鹹的。用他們加湯，綜合一下。而且你本身吃好燙的哦，有可能你的比較鹹，是人家的堵喉，入口難嗎？廣泛好啦。哦，那你這次要給錦怡試味道嗎？還要試啊。
你看我吃了快40年了。好，冇使用，等一下摆盘哦，不你摆一点哈。哦，被挤过啦。坐低坐低。坐低啦。你看有黄色、黄色、呛色。抢刀啊！哦，现在狗一款哦，真的是一家之主的收视点就看这时候了。好有压力的啊哈！你给我听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只能深吸一口气哦，因为细量来听。哎，很厉害呢！真的。等一下我要上菜的时候要上下一面。对。米娅中间有一点点叉叉，是因为什么呢？这样才好吃。我们刚才有切 tail you。所以 tail you 它比较容易会有一点焦，吃起来是豆的焦香味，好吃的。嘛，了解笃侯，了解笃侯，你抓的时间刚刚好。我真的是，请叫我翻蛋高手。我觉得你也可以兼做厨师跟主持人两边做啊，真给厉害。好像不需要搭档哎呦，海鲜的好像下班了哦。哎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我们差不多了，倒数了哦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会试看到来今年的台中府系马莎咧。好，那个蓝铺子小特夫呢，董明显利用木卡都有7个表现方式，我觉得非常棒。人家导比的料，老娘给导比的幽默汹涌。系啊，糖公酒很有名哦，扁都冻哦，剑都冻哦，都在系马莎啦。哎，这个加注一下。哦，现在是看看，还有加爆烧又甜，还有蓝铺子嘅ham。来吃吃看啊，太几个？用加面。后生嘛，太敢知道。有吃到给小咪嘛？锦怡，你知道嘞？米头用白，红西啦，白饭。蹦白黑嘛。怎么呐？真嘅，有买衣嘛？有哈。我有安排上。来分蓝水是看哦。做完这一道的时候，锦怡一直在说盘嘞盘嘞盘嘞。等下崩盘係最好食嘅。好，来吃这个呢哦。难怪已经讲哦，一定要绕个台湖弄到绵绵安用。这个吃法我不爱凶豆，就会有的你拿四个有没有皮蛋豆腐也要吃成这样。他们说这也是一种吃法，而且要加很多葱花。吃那种用板，做的时候34碗饭呐。哎，真嘅，有饭懂沾杯哈。燕如你知道嘞？但是那个南球子冻香冻甘甜有出来，会转感啦哈。锦怡，请教公款。豆腐够烂，然后够入味，然后加上甜椒，那个刚好又有口感。哇，就刚好是我们两个做的那豆腐跟甜椒。那妈妈嘞？你感觉请教做诶？入味，下饭，容易蜜，带便当好吃。好，紧张的时间我倒流，马上就来看一下邱师傅抢分数。哈？唔怕，等下看一下ရှင်記師傅搶半分數。大家不要一片尴尬，我们先来看看那演员。係因為變亂嘅，書姐變到1號係嘛？藍隊也個挑夫吼，個人面試幾好，唔過吼，如果吼整個差，那個用米吼，那個豆香味會更好。這個是古早味，嘿，阿婆的米絲幾好啦，差18娘18。啊，一片紅堆料幾多，幾澎湃，嘿，你煮幾杯剪哦。哎呀，排谁啊？翻蛋达人。多料，这样翻蛋还可以翻得这么好，然后那个熟程度刚刚好，都抓好。按姿势。哇，好明显哦！你下问一下林师傅讲看哦，讲听一下。好，就像该邱师傅讲该，他挑该会剪个香，用该挑面怎么出来？嘿，然后不过就今后该一点黑那个토마토就先炒过，토마토炒过呢，它会有茄红素，用较营养。嘿，不过每套较好嘅迄风推，系啊，然后吃到嘅弄个香啊，系啊，不过该慢点变个面按好看。哎呦，潜规则这么快就懂。哇，因为今天见到冻吼冻香啊，
那我们这边如果找该豆腐哦，先煎一下，可能哦还好。都是张伯谦的问题。对，那鬼面。对。好了，因为大沙布话就冇穷人的做法啦，我们还是选一个相对比较起来好一点点。哦，而且呢，其实老讲真嘅，咁樣有評判呢，師傅都懂手藝，因為呢兩組都有媽媽、母親大人，都當用嘅品呢，唔過吼，睇自家。倆最主要嘅係來互相來學習，大家都係實在嘅互相學習交流，都好菜色冇共樣，下一擺二組誒呢，你組廿嘅就做得有交流嘅。今日比賽呢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機。恭喜蓝翠美动好，哇！你阿嘛个扑标记吼。一针一分，操作简单，送分给梁莎。梁莎强下用哦，唔会让价哦。马上先来睇下以下資料，大家分享一下了解按難得來比賽哦。心得係馬嘅老太講一下。感謝一家之主哈，今日當天來參加呀一家之主嘅節目，大家要按辛苦哈，一睇做出來啊哈。我心得。當天，你真嘅感覺當天對頭都未都係安嘅吼，恭喜！真幫大家。好，葉杜美老太家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心得。開始到啊，讓媽媽窮下來，你係節目動好，有一隻動好嘅經驗，很好的回憶耶。而且替拜上天師嘛哈，因為老媽媽窮下煮菜，真的，動感衝，清真的又癢哎，有意，講到天是不動條哦。你下問一下，雖然冇人諗過得到咩動到經驗啊，還有動到回憶啊，媽媽昨天老太家講一下，你今日參加就嘛個吸收精華嘛東西嘛。哦，感謝一家之主哈，今日該比賽嘅獎品還在其次，最重要就講個經驗啦，大家做到歡喜就好嘞啦，嘿，好，謝謝。全夢，真的很開心，昨天學到你煮到安利和安好食嘅料理啦。今日兩行咧講一下吼，你參加就蠻感想嗎？因為我小時候都是跟着我媽媽一起煮菜，然後雖然我媽都會把我趕走，但是我都會偷偷躲在旁邊，然後一邊挑菜一邊挑菜。可是後來我自己生了女兒之後，我自己在切菜的時候，我女兒也在旁邊，對，她會幫我挑菜，然後把菜啃乾淨之後再丟到水盆裡面。那你也會把女兒趕走，對不對？我很崩潰的時候就會請她出去了。所以昨天了解媽媽該用是個心情。對，可以理解那種感覺，然後可是我也覺得我媽媽把她的口味傳給我，那我也希望我能夠把我的口味傳給我女兒。對。早知道剛剛這個評語就先講出來，講得我好感動哦。這個沒有加入這個評分項目之中。對，因為大家有把傳承說出來。福卡嘅美食係，大沙福卡係冇強龍嘅，不過媽媽的味道是永遠印象最深刻的那種味道，對不對？恭喜！不管用嘅媽媽煮到米湯樣板，都係 Andy 心肝都天集最好嘅美食，都係媽媽嘅料理。今日當歡喜呢有兩組，講下來要特別分享不卡嘅媽媽嘅好米湯。係啊，當咱咧看到啊，還有尤其兩組哦，就係實在嘅朋友吼，所以假使還有哦，嘛嘅朋友，你係實在嘅朋友，歡迎家家來挑戰一下選舉師傅咯，家家來報名好冇？冇唔錯，一家之主呢就會等睇自家向下來挑戰，向下來學習啵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